沈繼涵，沈繼涵，你放開我，放我下來！沈繼涵，放我下來！放開！生气了？气得想殺人，你最好防着我点。顾家长子顾清泽有意跟我们一起合作北极星，清棠是他的妹妹。怎么，你不陪他妹，他不跟你合作？温之言，别闹了，那几个胡說八道的，我会處理好的。其實你要是想給家裡換個女主人，我可以讓位的。反正知道我們結婚的人不多，換個人不麻煩的。你說什麼？我說，我們離婚吧。